请咱备万心，同心来敬拜，请奏乐。你所竞选，予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即号人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请咱三甲来吟诗，圣诗125首，圣诗125首。美妙主耶稣，美妙主耶稣，万有你眷顾。你本是神，正做世人。主我所信仰，主我所尊重，我欢喜主做我君王。请起立吟全首。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舞。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通，做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创造万物的独一真神，听阮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的慈爱永远无离开阮。感谢你，每日赏赐恩典，阮也仰视阮。伫阮软弱的时阵，你是阮的手，
要来扶持阮。主啊，当阮风涌来时，阮常常软弱无力，常常小心摇疑。求你赐予阮平静安稳的心，专心来仰望你的帮赞，听候你的拯救。主，你是阮性命的拯救者，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者。阮要时时刻刻倚靠你，顺服你的旨意。恳求你赐福每一位属你囝儿，互每一个称你圣尊名的人，也照你的话行的人，拢福气满满。是阮的主啊，阮也要为着逐样患难中的兄弟，愿主的喜乐要成做因的快乐，愿你的救恩要成做因的愿望。身躯的病痛、经济压力、关系伤害、心内无平安。主啊，你要点倒因的灯，你要照明因的黑暗，你要将你的救恩互因做盾牌，你要用你公义的正手扶持因。你的道是完全的，你的话是过锻炼的。既然倚靠伊的，伊就要做因的盾牌。主啊，阮信靠你，投靠你，阮仰望你。阮确信你的确无弃杀阮，也要成做阮伫患难中及时的帮助。是阮的主啊，今仔日是更生团契主日，求你祝福更生团契，希望有搁较侪的志工来投入伫即个工作，通向全国监所受刑的人传扬耶稣基督救世福音，引带因悔改信主，性命更新，远离罪恶，适应社会生活，免得搁再犯。望透过更生团契的付出甲关心，或者更新人拢会当重新找到人生的目标，因为主的心意是望万人得救，毋爱有人沉沦。亲爱的主，求你也透过油厂教会来祝福油厂这个地区，帮助阮看清楚你的心意，尽心尽力做美好的见证。伫11月21日起，阮也要进行中级改选，求主看顾，互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尽力来祈祷，找求你的心意，照着阮手中的选票来选出你要呼召的人。也求主坚固新的团队的成立，互因会当追随前辈的脚迹，继续完成你交代阮的使命，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互万民得到祝福。阮安尼仰望交托，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消息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为更生团契主日，欢迎吴国华牧师、卢安洲传道前来主堂甲敬拜中心请安甲代祷，敬请兄姐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小会公告：第一小项，本会定伫11月21日，礼拜日起召开临时好会，举行第22届中级选举。本次有定选出长老10名，执事25名。第二小项，临时好会会员名单公告伫公布栏，若有遗漏也是错误部分，请兄姐往办公室反映，以便更正。多谢合作。第三小项，选举方法 A， 先选长老，后选执事。B， 在职会员爱过半数会出席，以无记名的方式，依照所需要名额，由得票超过半数以上的客观票为当选。若共票数，爱以抽签决定。C， 选票印象全部候选人的2寸相片甲名单。D， 第一次选举还未全部选出者，第二次选举就对第一次得票数较悬的，依照顺序提列不足名额的 1.5 倍名单为候选人。E， 第二次的选举若还未全部选出者，第三次选举就对第二次得票较悬者中，依照顺序提列不足名额加1名为候选人。第四，本届中级选举除了4场礼拜中分别投票，袂当伫礼拜中投票者，会当就礼拜3暗时10点以前到办公室投票。礼拜4上午9点
伫教会3楼会议室进行开票作业。开票结果伫下周的主日公告。第5，接纳20万的成人会员籍对屏东中会公馆教会转日本会，接纳蔡木恩的小儿会籍对高雄中会中泰教会转日本会。以上原著束缚。第3，油厂教会公告。第1，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本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已经恢复为实体甲线上并行的方式实施，请兄弟留意遵守防疫规范。第2，各省外队的献诗对本主日开始恢复。第4，本会本主日暗时8点召开11月份中执会，敬请全体中执出席，期务省长甲东港列席。第5，本会第16届新生命讲座本主日起12月12日举办，每周主日下午3点到5点，敬请学员准时参加。服侍东港2点45准时参加。会前祈祷会，敬请代祷。第6，本会定伫下主日11月14日举办为救恩感恩、为救人关怀活动，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晡5点，地点是伫教会副堂头前，请观会者带身份证前往排队观会，观会者会当得到一份精美的礼物。具体消息，影音组定伫11月13日礼拜六到12月初4礼拜六，每周六上午10点到12点；12月初10礼拜5暗时8点到12月12礼拜日上午9点10分。举办摄影导播课程，地点伫主堂，欢迎有兴趣的兄弟线上还是办公室报名。第2，上年团结圣歌队11月11日恢复练歌，请各位队员留意参加。特别强调，上年圣歌队这个11月14礼拜4恢复练歌。第3，辅助社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伫地下室会议室召开理监事会，请各位理监事出席参加。以上报告。教界消息，请陈牧师。好，多谢教界咱高雄中会妇女事工部伫12月初4 9点半到12点有圣诞节的赞美礼拜，地点伫海埔教会，要参加费用是500块，这是含迄个中昼的自餐。若是咱的妇女生活队员，就是一人补助200。请伫11月2日进前，咱的皮素贞队长来报名，这是关于妇女事工部的消息。各位兄弟，咱伫11月2日要举行咱4党甲一边的这个选举的临时和会，要选咱22届的中执，这就是对咱的教会来讲，这是4党一边的大的代志，请咱兄弟当来协助帮助教会当顺利完成这个中执的选举。伫咱第9页今日所公告，就是要正式的名单，但是有2个变化我敬请小咱的干事会搭伫咱的公布栏伫咱的长老候选人有绕到一个，就是这个余木岩余木岩长老答落我这答无着。过来接受候选人咱本来29名，咱即摆要摕掉迄个单瑞美就剩28名感谢主，咱会当小会本来有长老是讲咱做选举拢了足侪工看会当找拄好无？但上帝嘛帮咱互咱会当足简单足顺序来完成因为即摆伫疫情，咱若有出席的，就伫现场来投票，无诶，咱伫拜三暗时10点进前，拢有开放去咱的办公室，正式领票投票咱礼拜4就会开票过来礼拜日就会公告伫咱的周报
请咱兄姐特别为即个代志祈祷，望互咱教会有人会当来做工服侍上帝，嘛是服务咱毋望互咱的教会哪健康哪臃肿，会当伫遮来荣耀上帝。我安尼报告，多谢。即时，咱要来恭读上帝话，记载伫诗篇第4篇。诗篇第4篇8字607页，台语汉语本是582页，和合本是660页。显明我的义的上帝啊，我求救的时，求你应我。我伫困苦的中间，你捌互我宽阔。当求你怜悯我，来听我的祈祷。恁遮的上顶人啊，将我的阳光变做凌辱，要到伫时？恁意爱功夫，超找无影热，要到伫时？恁着知，耶和华已经分别敬虔的人，做伊家己的。我求救耶和华，伊要听我。恁着惊吓，毋通犯罪。伫眠床里，心着善思，也着肃静，着献义的祭，也着倚靠耶和华。侪人讲治罪，话只是怨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面的光来照阮，你互我心内有欢喜。赢过人得到侪五角甲新酒的时，我要安然倒底困，因为只有耶和华，你互我安稳徛起。愿上帝话踮伫咱心内。下落请妇女献歌队。So
讲道，咱要来请吴国华牧师所要分享的讲题是属上帝的人。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感谢教会会当我代表京星团体高雄区会吼来甲大家请安报告吼。京星团体专线有17个区会阮高雄有特别做家属的关怀，因为家属实在是足悲哀吼。一般的家庭加减有问题，但是要做家属关怀，即款的特殊的家庭吼，问题搁较济吼。所以投入的时间、心力吼，搁较济吼。那么今仔日我的题目会当转过来哈，对吼。好，谢谢哈。今仔我的题目就是属上帝的人。我要透过加较一个老罗马，伊互关过6遍，我一世人的时间拢互关吼。伊伫家内底上课，上咱基督教班课，安怎改变，并且去伊的家庭安怎改变，咱安怎关心伊的家庭吼，安怎改变吼。这个主角叫阿昌，阿昌吼，已经出来吼，也改变了，所以我用伊的正名吼，阿昌吼。第一道见面的时候，伊就是一个老罗马，翻头8面，真歹安尼吼。伊毋笑的时阵吼，迄面带煞气。阿昌吼第4道迄时吼，关于第4道的时阵是判7年，第5道的时阵吼是卖毒判10年，即道第6道104年入来吼是判6年6，有咱和毒品有关系，毒品有关系吼。那么台湾的法律吼，只要你连续3道拢判5年以上的重罪吼，你搁入来吼，伊就无爱互你办假释。你的表现安怎较好，就是袂当加少，关较足就对了，关较饱就对吼。所以吼，只要你伫家内底吼，通常有即个三正法案的人吼，伫家内算老罗马吼，伊只要莫拍死人吼，拢无代志。所以食饱会安怎，找麻烦小拍安尼吼，小拍安尼吼。所以吼，伊50岁的年纪吼，偌久的年纪吼，伊过去20几冬吼，拢总伫家咧过日子，会使讲半世人拢伫家吼。伊吼，即个做乌道的吼，已经因为是歹势也好，因为是无爱有厝人烦恼也好，也是厝内人已经渐渐甲放袂去也好，伊19年无含厝内联络，吼。即款的累犯的心态吼，因毋是吼关袂惊，就是安怎毋惊关，关了会惊，但是既然是入去吼，我毋惊关。因安怎想呢？因通常拢讲吼，我细汉靠父母，大汉的我食政府吼，我入去家学吼，出来家学是拍天下，入去家学安怎，甲身体养得好，无去食毒吼，身体养得好吼，捌一寡人际的关系吼，小偷变到大偷啦吼，小学也变博士班安尼吼，因要咱好好过日子，就是讲吼，我请毋过那个兄弟吼，家学内底目前台湾吼，通常即1个月作业金吼，因入去透早就开放就入去工厂安尼一弄出去吼，100-200个人就开始做工，毋使讲话哦，1点钟休困差不多5分钟至10分钟吼，像拢点一直伫咧做工，安尼1个月趁偌济，恁知无？有人要看卖无？拢摇头，咱古语人吼，毋爱加吼，1个月趁200箍，毋是一日哦，毋是4点钟1个月哦。所以因遮会不时咧互关的人要安怎？伊就去请去吼，若是毋捌举过前时的吼，就去请迄个烹饪班，去煮饭啦。毋捌举过迄句外的吼，讲推就去请迄个木工班，所以有啥物班请啥物班啦吼。但是因伊是三正法案的，过去的经验就是大家爱相拍，反正我袂当食屎免表现好所以吼，咱请啥物班拢袂当，即道伊拢袂当通好过日子袂当好过日子所以到尾安怎？伊就怎安怎？因为请来迄个宗教教化班，因为吼，咱的师傅吼，袂入内底开课啦，
神父吼，伫迄个足水的教堂啦吼，道士吼，拢会去养俩吼，去做法吼，7月时啊。所以敢若咱唯独咱基督教，即个听主的兄弟吼，会入去开课。所以吼到尾就报按阮的咱的基督教的福音班来。上帝怜悯吼，因为即个囡仔时代吼，即个阿昌的妈妈吼，伊是吼是即屏东的足庄脚，但是吼伊吼是囡仔时代是信主的。伊阿昌的妈妈还未嫁以前是信耶稣的吼，是咱主来的吼。所以嫁过了，虽然对方是拜偶像的，但是有负伊吼，带阿昌囡仔时代去过教会。所以阿昌吼，伫迄个囡仔时代5-6岁吼，咱捌去儿童主日学吼。所以吼，就是即个上帝带安尼啊，咱入来即个福音班吼，来福音班吼，听着拄久去啊，袂叮当。好，下一页拜托一下，好，对，好，感谢吼。107年吼，因为我开的班吼，我甲讲条件吼，因为我要关心这个家属，所以咱的班吼一定吼有迄个恳亲啊，1年3节的恳亲吼。因为一个人吼家庭啊毋支持吼，伊要回头一定吼无法度。对遐侪年10几年的经验就是安尼。一个人家庭也毋支持吼，一个歹囝吼，浪子要回头是无可能的，伊毋知要回迄对头，因为厝内无爱接纳伊啊，无爱接纳，所以我拢坚持讲吼，你爱办，顶个第一站讲，咱就爱办即个恳亲班，第一站有同意的，所以咱各家拢有恳亲班吼，所以107年的春节的时阵吼，即个恳亲会的面顶吼，伊妈妈吼。刚好有通知妈妈，来恳亲。妈妈吼10几年、19年捌看个囡仔吼，孝啦，迄头是孝，一定孝的嘛吼。较侪岁啊，要80岁啊吼。但是吼，阿昌甲伊妈妈讲，我会改啦，妈妈我会改，答应伊老母会改，所以老母足欢喜。咱要七成去上吼。伊也讲吼，伊个甲妈妈讲，佮再来的即个母亲节吼，吴牧师讲吼，要甲即个妈妈吼洗骹，叫阮即个同学要甲同学，拢叫同学吼，一般互关我拢叫同学吼，甲妈妈洗骹。因为即个真有意思啦吼，所以伊就讲拜托妈妈一定要来，妈妈也答应伊来。迄阵仔吼，阿昌吼，足欢喜的，足欢喜哦。第一道看到遐久看到妈妈吼，妈妈好好老啊吼，看到妈妈然后佮母亲节要来替妈妈洗骹吼，足欢喜，行洗骹礼啦吼。可惜伫母亲节的前一礼拜，因的妈妈伫迄个菜园内底吼闹中风过身去。发现的时阵吼，人已经冷去啊吼。所以这个消息传到家来吼，阿昌吼，咱迄有泪喊着共款。所以吼，伊足好4日，毋食饭。毋食毋困，就是伫家咧孝4日吼，19年无见面啊吼，想袂到讲前一回来相找吼，就是来甲告别的吼。伊想到即点吼，伊就足艰苦心啦。因为家的教会师甲讲讲袂听啦。伊是我的同学嘛，所以家就讲无师无你来甲关心一下。我就去陪伊坐啦，陪伊坐吼，我印7张的，写7张，这是其中2张吼，写7张的相片。起回就对啦吼，去互看安尼吼。伊要共阮孝，照常孝，看到相片孝一个搁较厉害。伊讲吼，伊少年吼就是一个不孝子，袂晓依靠老母吼。妈妈已经走啊，老爸80岁啊吼，已经关6遍啦，吼。半世人的时间拢伫家个，伊甲我讲哦，亲戚甲我讲，伊也搁毋改吼，是低高禽相，低高禽相，这是阿昌甲我讲的吼。所以吼，伊伫上课的时阵吼，伊就说咧，上课的时阵吼，文典班，我是一个进阶班吼，陪因3、4个月吼，甲因教基本的迄落认捌耶稣了吼，然后入去说咧了入去文典班，文典班就是一般的，咱像牧养安尼因安尼吼，一礼拜1遍安尼吼，伊每次拢是坐伫吼第一排，吼，伊听课足拍拼，做笔记吼，读经祈祷吼。我有一道伫上课，你讲到一个题目吼，
甲因讲着讲吼，人哪会拄着苦难吼？人哪会拄着苦难？伊一面做笔记，一面哭，吼。到尾伊真知影，耶稣讲的，伊的人生吼，若伊的罪孽啊，若毋悔改吼，到尾一定是死亡中沉沦啦。这是耶稣讲过的话嘛吼。伊就往那写往那哭，吼，伫遮进前吼，我洗礼时送伊一本圣经，吼，迄阵因为因通常遮同学吼册读较少吼，所以送伊新译本，吼，新译本的圣经吼，哦，以为敢明明白白吼，咱是咧考大大呢，咱是咧拼大大呢。哦，要拼大大呢？我会安尼讲吼，是因为吼，我迄阵读高雄中学的时阵吼，我隔壁迄个同学吼，买一本册吼，我读一遍吼，安尼差不多像圆圆的款。伊安尼画到雾煞煞，差10遍吼，变做安尼，变做一本册变安尼。我的册下面共款，则变安尼去。有时到伊去洗手吼，去便所，我甲头掀，内底画较明白白，佫有取暖，有豆油。咱考了大大 ，OK 吼，阿昌就甲这本圣经画较明白白。我想讲你哪遐拍拼？伊讲吼，上帝的话吼，这故事伊囡仔实在拢听过啦。儿童主日暗嘛吼，主日学。讲上帝吼，逐句拢插伫伊的心，所以吼，我到尾佫送伊第2本圣经，就好本的送伊吼，好本的送伊吼。就是像这，伫台湾的家教吼。一般伫遐大部分拢是罗马，哦，拢是用伊讲读土啦，就是咱规身躯赤甲安尼吼，拢是赤刺青啦吼。主要有人信耶稣吼，就笑讲吼，你这吼翘角啊，你这就是罗马变无路啊，甲你信耶稣吼，熟啦，用焦炭吼，无路使会较去信耶稣，较因来踢球哦。而且家校内底因咧下班吼，有哪讲互恁听吼，咱这个讲台吼，1/3吼，差不多迄壁到这个讲台安尼1/3哦，这个到这个跨度安尼吼，关于12个人，家校伊真趣味，伊日时吼，为着要省电吼，无开电火，暗时咧困吼，惊你变梦吼，甲你开电火，所以伊咧铁门开安尼啊，你若入去头壳咧入去。开一个细细的塔门，细细的塔门伫遐尔吼，一个光线咧就对啦，细细的塔门尔吼，差不多像咱这个麦克较安尼，这个音响较大安尼尔吼，所以入去拢暗慢慢就敢若迄个光线安尼尔吼，伊逐道吼，这个逐道阿昌吼，伊就拍伫这个床尾吼，因为床尾按塔门嘛，伊就伫遐吼咧读圣经，但是伊咧吼。12个人是吼4个顶下床啦吼，2个4台，剩咧4个要安怎？4个困涂骹，新入来困涂骹，菜椒困涂骹，边仔佫有一个细细，像咱即个讲台安尼大细的便所，便所是无门的，你也伫咧创啥，逐人看啊清清楚楚，是查甫人吼伫遐小便吼，袂使徛咧哦，拢爱徛咧，会趣味吼，因就是安尼要求吼，真严吼，后来。主要是阿昌，伊咧拍伫迄个床尾吼，咧看圣经的时吼，迄顶铺迄个吼，顶站迄个同学吼，迄骹就伫遐噜，就家伙吼真翕真热，所以吼有真侪人皮肤病，所以你噜骹的时阵吼，迄骹油吼就落落喺圣经面顶，真垃圾安尼。第一套阿昌就甲讲你毋通安尼，但是吼，迄个面顶迄个罗马，看阿昌吼，安尼无啥激烈反应吼，知影讲即个好欺负，食饱12个人伫遐创啥？无聊就找代志小拍，小拍就是安尼尔吼，罗马嘛吼，无就伫遐呛声，就伫遐臭屁过去，外口拄外口安尼，听了袂哈就小因为吼，阿昌吼就知影讲。伊即个看阿昌无啥物反应吼，到尾吼，知影即个好欺负，佫来一遍，不是阿昌也咧读圣经，就咧撸伊个骹皮安尼吼，骹皮就落落伊个圣经，咧做垃圾做太过诶。阿昌吼就知影讲吼，即个吼是要吼来呛赌诶，要找伊小拍就对啦吼，表面要挑衅他诶。拄了祈祷吼，伊佫甲面顶迄个讲拜托吼，看拢嘴，拜托你毋能够安尼做吼。就像这面顶迄个安怎讲？
你毋知影？讲吼，安怎讲咧？讲讲话上脚踏人诶。我逐到你读圣经诶时阵，我脚有特别痒，所以愈较厉害。哦 ，OK， 阿昌吼，心想吼，你讲我是三正法案诶，学怕水。你个若有一遍看卖吼，我一定甲你修理甲，互你功夫安尼吼。因为足歹，阿昌我真歹啊。以早吼，少年是迄个早期是迄个干训班出来，你捌听过无？干训班出来吼，迄士官长班咧出来啦，迄真歹。啊，就看到真粗勇安尼吼，对啊，啊，迄面坏坏安尼啊。后来吼，阿昌吼啊就找我吼，讲吼，我属于真艰苦心啦，甲我讲这个情形。我就含伊分享4篇，第4篇吼，鼓励伊安怎爱倚靠上帝啊。对吼，感谢吼。第一点，我甲阿昌讲，一定爱敬畏上帝，远离罪恶。哦，咱的经文是安尼读的第3节吼，讲吼。你着知，耶和华已经分别敬虔的人做伊家己。我求叫耶和华，伊要听我。我甲阿昌解说，吼，作者是大白王，讲吼，你来知影，耶和华已经分别敬虔的人归上帝家己。即句话就是大白王甲伊的修德讲，甲这个世间人讲，咱是属上帝的人啊，咱是属上帝的人啊，属上帝的人吼，上帝一定安怎？听伊的祈祷，吼，我甲阿昌讲，爱忍耐，爱继续祈祷，毋通累志，看即个代志，上帝有啥物好意思，爱有即个信心，凡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拄着讲平安，啥叫做平安？你的基础是安怎？做一个基督徒，咱真正的平安，就是上帝伫咱的人生内底完全掌权。上帝也无完全掌权。你的平安是爱打疑问的，上帝完全掌权，好代志有当是出于伊的祝福，有当伊这代志互你真艰苦心，伊也无稳准，绝对袂发生。这叫做上帝完全掌权，所以咱得爱好倚靠上帝。咱不是咧不是咧讲平安，你来相信。当代志拄着的时阵，你伫遐埋怨，伫遐迄落无效啦。你得仰望上帝吼。我甲阿昌安尼讲，阿昌有听落去吼。我来甲阿昌讲，咱是属上帝的人。上帝的人吼，要有一个安怎上帝的人的款式，除了爱好好祈祷以外，第40讲经文第40讲，恁着惊赢，毋通犯罪，伫城里心着三思，着肃静。阿昌安怎回应我，你毋知影？伊安怎回我，你毋知影？伊讲吼，无事，阿免。我是属上帝的人，我有祈祷啦，但是吼，伫迄个城里的时阵吼，我足想要拍人的。你甲面顶迄个吼，你又来修理，我圣经要掀开前，我想我先甲修理一下讲。所以吼，伊吼真正是心内爱伫城里的时阵，心内爱思想，并且爱安静，毋通犯罪，爱敬畏上帝。家己安尼讲咧吼，我讲阿昌无毋对，不但安尼吼，第50讲吼，咱着爱怎献上公义的祭，公义的祭就是讲咱爱做正直的人啦。并且爱信靠上帝，就兄弟，你伫咱即个社会，伫咱即个罪人的社会、罪人的世界，你也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你也无倚靠上帝是无办法的。阿免嘛吼。好，咱看下一页吼。第2段，第2要点吼，我甲阿昌讲，做一个属上帝的人，爱真实的倚靠上帝，吼。经文第1节讲吼，显明我义的上帝啊，我求的是。求你应我，我伫困苦中间，你捌互我空发。但求你怜悯我，听我的祈祷。第2节讲，恁遮的上顶人啊，将我的阳光变作凌辱，要甲第时。恁以爱空虚，超找无影食，要甲第时。我甲阿昌讲属上帝的人，就是安怎爱人真正会倚靠上帝。你毋通祈祷3遍，你就同我走去讲上帝无咧听我祈祷，毋通安尼，毋通累志吼。咱看第1节甲第2节吼，咱看特别王伊拄着敌人，安怎糟蹋你，找伊的麻烦，毋是一时，是一段时间，一段真长的时间。伊确实意愿倚靠上帝。就兄弟，恁伫咱的人生内底，你捌拄着即款困境无？
毋是一个，毋是敢若一个短的时间，是一段足长的时间。你互糟蹋，互受侮辱，你有法度像代表王安尼无？吼，我安尼来过来挖过上帝。我甲阿昌讲，要继续为着顶面的同学吼，顶站顶铺的同学吼，继续祈祷，希望这个顶站的同学吼会当改变。哦，所以请问，继续祈祷，顶站的同学有改变无？有吼，你的信心足大吼，结果是无改变。OK 你是真听主的迄个，所以有信心讲也会改变吼。哦，其实到尾有改变啦，改变方法无共款尔吼。啊，毋通拄久吼，我继续讲吼。第三遍吼，伊过来呛拄阿冲，即道骹皮愈来特别济。这天要光以前吼，特别黑暗吼。咱古人安尼讲嘛吼。啊吼，阿冲伊无生气，无生气吼，伊除了吼掂掂啊祈祷以外，伊甲迄骹皮药啊喷咧涂骹安尼尔吼，啊伊真平静的祈祷吼。好，咱看下一页吼。伫教内底，我常常教同学讲吼，你若拄着代志、拄着试探的时阵吼，啊，你会郁卒，吼，会这个生气，会怀恨，会冲动，想要拍人哦，这是吼咱肉体的表现，哦，这是做人的情绪的必然啦。但是咱也毋对付伊吼，你着去体贴肉体啊，到尾吼私欲发了胎，你着安怎生出罪来啊？生出罪来，你着吼迄有。撒旦吼带去安怎，伊袂去有罪啊，咱就变做罪路卜啊，吼，就引去到死亡的路顶啊，吼，应该死亡的路。但是咱也决定我要对付伊，我圣经甲我教，上帝讲我要喜乐，爱饶赦，我决定要顺探圣神的带领，安尼咱就做义的路卜，吼，就有圣神带安怎，带迄个平安的路顶来，吼，所以吼就安尼吼，会得到安怎圣神的果子。哦，拄着代志，你看，你要照家己的脾气，在肉体，也是圣经的教示。我是基督徒，我是属上帝的人，我要行平安的路无？安尼尔，哦，平安的路尔吼。好，过来下一页吼。好，感谢主吼。过来一礼拜，哦，有迄个新收的同学入来，哦，啊，有人来本来甲阿昌即个班间，结果。无名其妙，阿昌迄样调去我面顶站我堂门口，吼，变做吼阿昌伊足感谢主的，讲我即摆读圣经吼，第一点空气好，第二点吼光线好，第三点我伫面顶站吼，读圣经也袂人天崩顶也袂落物件落来 ，OK， 好，足感谢主的吼，哎呀，有奇妙吼，哎无名其妙，啊，佫较无名其妙吼，到尾伊安怎？到尾先讲啦，到尾吼，伊出嫁迄一日吼，拄好伊的生日，趣味吼，拄好伊的生日哦，嘿啊，啊后来吼，伊三正法院真少破例，讲迄种调去两人房的啦，后来伊调去两人房，12人房调去2人，表现真好，调去2人房哦，伊佫甲我讲啦，我佫甲隔壁迄个传福音的，真趣味吼，所以哦，这是后来发生的吼，阿昌伊心内足欢喜的。哦，伊知影上帝吼，再三听伊的祈祷，哦，伊无累志，哦，搁来上课的时阵吼，伊就来这个恩典班做见证，伊就大声念出讲吼，4篇我甲1、2、3、4、5、6嘛吼，伊算7、8我甲伊念，伊讲吼做见证的时阵念讲，你互我心内欢喜，赢过得到济五谷甲新酒的人，我要安然倒咧困，因为主要华你互我安然徛起。阿免吼，系啊！阿昌讲吼，上帝不但听伊的祈祷，而且伫这个试探中吼，最重要就是刷去伊吼一世人的罗马脾气啊！哎呀，罗马脾气安怎？你看哈，啊，就相拍啊吼！啊，有一道吼，因为伊互关久啊，所以作业真够作业啊，真够作业吼！因遐伫遐做工嘛，上课了倒爱在做工嘛，做工是动作足紧，啊，隔壁伊拢会相拼啊！主管，主管伫台顶管哦，要求每一道拢6个吼，啊做工，啊希望大家做紧嘛，主管有业绩嘛，啊所以希望要求大家做紧，啊大家就一道有一个组长嘛，啊佮全部管个一个总导的安尼哦，啊阿昌迄道做得特别紧，
拢一寡老手嘛。啊，所以吼，隔壁桌的书吼，哦，阿昌一入去，阿昌伊是算迄桌小组的组长，一入去迄个，因个叫做水房，水房就是先后壁吼，伊身躯毋是暗时啊洗呢，身躯是吼中昼12点洗，哦，伫迄先后壁就暗吼水房，暗无门的，大家拢烫衫伫遐，烫伫遐洗吼，啊，主管看你咧创啥？就伊要入去水房县区的时候，5个隔壁桌吼摒书迄5个，对6个对入去内底，要甲修理，哦，要甲修理哦。阿昌吼，我讲阿昌当时你咧想啥货？哦，阿昌后来甲我讲的，我讲你当时咧想啥？我讲吼，伊看迄6个是熟仔啦，我即摆少年的吼，拢无咧尊重大个，安尼讲有理无？有嘛？伊才是大个啊，吼。啊，我讲吼，我讲啊，你看伊是，伊讲看伊熟啊，我讲吼。我讲阿昌，你有伫因面顶吼看到你个少年的时阵无？哦，我安尼甲鼓励啊吼，唱嘛好，鼓励好，伊讲哦安尼吼。我讲吼，啊你有想要去骹头手甲伊修理无？伊讲无事我无。哦，我讲吼，你有看到因吼，看到你少年的你吼，上帝安怎忍耐你，安怎饶恕你，安怎赦免你，安怎救赎你？遐济年啊吼，你有啥物感想？伊有因安怎你毋知影？无因为好，当我面好哦，50几岁人哦，当我罗马哦，真正罗马吼，好哦，伊啊干性搬出来，伊到尾拢是要派去大陆的，坦白讲啊，啊，迄就足歹的人吼，啊，就爱相拍安尼吼，食毒爱相拍，哦，所以你就知影伊彻底改变，伊是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好，咱看下一页吼，就像这个结论啦吼，下一页。哇！这房个人遐两个遐拄久的款哦。我这袂叮当嘞。Hello， 帅哥，你还咧把妹？上面的。我这里袂叮当。下一页。下一页。哦，对，谢谢啊。阿妹，面顶上一页。欢喜啊！哈，无荧幕啊！这当然这时间要靠你的哦。咱搁有第2张诶。好，不要紧。上一页啊，对，好，谢谢哈。就像这，你毋知诗篇第4篇的背景是安怎？作者是代表王写的，无毋对。哦，代表用因为吼伊犯奸淫，所以家教歹。囡仔作怪吼，伊毋敢管，吼毋敢管，啊，所以到尾伊的即个囡仔吼，亚家龙，吼去来造反，吼即个故事大家种圣经有写嘛吼，因为我家教歹，我犯奸淫，到尾囡仔作歹，我煞毋敢管，吼，即个代志发生伫几千年前，到即摆嘛是共款安尼，吼，爱有一个模样吼，所以他讲的做上帝的人爱安怎，咱爱有一个基督徒爱有一个模样啦，一个款式吼，较袂用跋倒人吼，啊，伊囝起来造反。哦，兴兵要追杀伊，结果吼，就像这，咱拢有囡仔嘛吼，有他囡仔讲一句话，咱就挡袂牢啊，就感觉足生气啊。讲一句较无顺服的话，咱就足生气。莫讲吼，你的囡仔吼，要安怎？要甲你抬，哦，代表讲就是安尼啊。啊，即款的相战吼，战输也输，战赢也输，是毋是安尼？对毋对？哦，对毋对？所以你若做一个基督徒吼，你安怎？他人相战相拍吼。拍赢输，拍输也输啦，所以吼，真正爱我讲的，咱讲的吼，爱安怎，爱好啊，记得爱顺，爱有一个款式，属上帝，爱有一个款式吼，啊，所以吼，即款拍赢输，拍输也输吼，记伫圣经内底，变做千古的安怎笑话，哦，笑话吼，比如就是安尼吼，所以就像这第7节、第8节吼，代表甲咱讲吼，伊伫迄个患难中间吼，伊心内意愿快乐。因囝要甲追杀，伊心内吼意愿快乐哦，伊意愿安怎安然倒咧困，心中平静安稳。为何代表王会当对上帝遐尔啊大的信心？因为伊安怎知影伊是属上帝的人，属上帝的人哦，伊真知影上帝的心意，上帝是完全掌权的。这代志做毋对去，后来伊悔改哦，但是做毋对悔改了后咧。
发生这不幸，有咱上帝允准，所以伊知影安怎？既然是上帝伫后壁咧做主宰，我心中就放心。今日咱无论拄着什么代志，囡仔安怎，也是咱的身体安怎，也是咱有拄着艰难的代志，拢是上帝完全掌权。你着毋通去埋怨，毋通去怨恨，毋通去生气，毋通想要冲动要拍人，毋通去讲人后壁批评论断，无必要。总是安怎？爱好好啊祈祷，上帝拢知，上帝拢知吼。恁若拢点头，就知影会当转去啊吼，就学着啊吼。感谢主吼所以伊深深相信，伊是属上帝的人，祈祷上帝依然会帮忙伊。伊虽然做毋对去啊，伊嘛是认罪悔改吼，认罪悔改。兄弟姊妹，咱爱像代表我安尼，环境安怎，咱爱安怎靠主喜乐，靠主喜乐。因为你真正的平安是建基伫主的面顶，上帝完全掌权。无论是好事歹事，包括即摆会发生的疫情、疫情也是上帝无允准袂发生吼。所以你只要甲家己交托上帝，你毋免惊吼。当然咱爱配合防疫措施啦吼。伫主的手中以至于第六讲讲你为虾米人甲恁帮忙啊？咱讲安怎？我有上帝帮忙啊，是毋是安尼？所以请你甲隔壁的人讲咱是属上帝的人。真大声感谢主吼！上帝的人爱安怎？第一点爱安怎？远离罪恶。第二点安怎？爱真实、确实去信靠上帝。人祈祷一遍了，你就叫上帝甲你背书单走去做。安尼无准算吼。一人叫上帝背书吼。好，再来下一页，要继续忍耐一下吼。108年的感恩节吼，11月28号的前一日，我就想要看因老爸，我就拍电话。我先问阿昌，我恁爸住伫对啊？恁爸住伫对，我来看一下。妈妈过身了，老岁人一个人住伫迄个工寮。伊讲阮老爸遐无住址啊。我无住址，我要倒找啊？伊讲屏东的一条路，你也行啊尽头毋通去停佫落去产业道路，这条道佫过你毋通停无事。佫过一个蚵仔园，蚵仔园足大片，我秘伫蚵仔园后壁一个大铁厝，迄就是阮老爸住的。当然我就爱拍电话去甲因老爸问嘛，讲王医生我是某某人，还没讲半点钟，伊讲安怎？你是诈骗电话？我手机讲半点钟。我去找因爸爸的时阵因爸爸讲着老伴离开啊，讲着19年还未见过面的囝，意思是因老爸无想要见啦，因啦生气，查甫人拢是安尼查甫人较柔较软。会感觉忍耐，但是查甫人呢，但是拄着代志毋是拗断就讲我无爱插就离开去啊。因爸爸是查甫人，即款个性因爸爸就讲着因这老伴离开，讲着这19年还未见过面的大囝2点钟内底就哭2点钟伊甲我讲阿昌毋是歹囝，毋是歹囝。要干性班有相当的条件，会通体格相当的条件，会当去。但是伫迄个做兵的时阵去交着一个歹查某，迄个歹查某，酒店的查某，所以带伊去食毒，卖毒，开始当安怎用退训，了后就开始做歹。19岁无法出阵，关遐50几岁安尼伊讲刘兄弟我伫家内底、高墙内底，我看到人的卖食头头2项代志尔，什么2项代志你毋知影？因拢会跳迄个感情窟，甲跳迄个金钱窟即款含咱共款，咱年纪较资深的兄弟咱回头人生一看，一人的人生的迷失，也是讲无如意通常拢是因为感情出问题，无就金钱的观念出问题。只是咱无犯罪，因犯罪安尼尔。那广义来讲，咱拢是罪人，阿免嘛？所以爱同情因啦同情因爱有人去上帝祈祷，上帝带咱去帮忙因好，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谢谢爱花3遍那芝麻开门的所以107年5月下晡亲戚前一礼拜阿嬷走去因为这中间屏东
即个复兴教会的肖牧师吼，因即个阿嬷拢伫遐咧出入啦，拢伫遐咧聚会吼，就不时去关心即个老爸爸啦，关心即个老爸爸，所以吼，老爸爸若是108年过偌济吼，洗礼吼，伊就即摆拢有固定去教会哦，固定去教会吼，所以讲这是圣经讲哦，讲一粒麦吼，也无安怎落土吼，就袂生出济籽来吼。圣经讲话真正是拢真理吼。阿昌吼，确实阿昌毋知因老爸洗礼啦吼。所以吼做一个老爸吼，这是请恁看面顶迄页好无？跳一个伤紧的啊。上面那一页，上面那一页。没关系哈，他们可能是机器有问题哈，疫情有关系了哈。伊唔知因爸爸洗礼啊，所以阿昌吼，为着要因爸爸吼，这个老爸真伟大，为着要鼓励阿昌吼，伊甲伊吼洗礼时阵吼，肖牧师教会送伊迄本圣经大本吼，大本吼，讲叫我吼转送互阿昌，迄本圣经真水，内底有签名吼，那我上课的时阵吼，就提起有阿昌啦。你经过教化课的时阵，讲你这个圣经吼，有这个硬皮吼，4个角吼，去迄本重甲啥吼，会烧拍会拍死人。到尾面我拢用胶刀甲伊夹硬皮夹吼，才夹掉。我甲教会说讲，伊都较艰苦你敢袂当帮忙？伊讲好啦，特别破咧，互你摕入去。即摆摕阿昌的时阵，我阿昌吼伊拢坐头前嘛，上课拢坐头。我阿昌这本圣经有水无？讲无这本圣经足水。我送你好无？伊讲有影无？我要送我，我这算第3本吼。讲这是恁爸爸洗礼的圣经。伊听者安怎？迄规班吼，咱的基督教班吼，一般一班前个10外人，咱是外几个人骂好呢，查甫人骂好，嘿啊，骂好，伊讲伊毋知哪要洗礼吼，所以到尾对，就一页一页，这动作较慢好，就去陪因老爸坐啦伊还没开讲，讲2点钟，好，下一页，好这是伊我就到尾去说服因老爸109年来参加这个恳亲会，恳亲会阿昌共款20年无看因老爸，伊甲我讲好讲伊离开因老爸时阵，老爸他们乌算心。因为那边个老白发苍苍然后20年无见面看伊偌不好，伊心中足亏欠的对啦。伊过咧甲因老爸会室咧，讲好诶，请因老爸赦免伊的罪，到尾甲因老爸做洗骹礼洗骹礼好，下一啊，后来我就甲安带伊去屏东的即个复兴教会倒手边迄个消防署恁应该捌啦系啊。阿昌伫内底过来正先个厝边正手边即个图阿昌坐伫一个姊妹的中间嘛姊妹你有看到无面顶还画一个箭头。囡仔时代阿昌去儿童主日学即个小姐姐就是伊的老师啦。骗囡仔5、6岁囡仔小姐姐所以儿童主日学老师袂通来听。讲台上帝爱纪念，这遐搞真济人囡仔实在去教会，然后咧袂失去，大汉人袂失去，到尾咧，佮倒来上帝，倒来上帝，佮带倒来教会。上帝，你只要今仔任何人来到教会，无论你是你未信主的，拄好来的，任何人来到教会，拢毋是偶然，不是偶然。你若信耶稣，愿意信，上帝听拢无离开你。伫迄个今年疫情所以今仔个时阵阮孙7岁今年已经9岁7岁的时阵来高雄找我就带伊去问时代迄个坐个摩天轮，对毋对？伫个升悬的时阵，伊伫台中出生的嘛。伫个升悬的时阵，我讲你看高雄有水无？这是爸爸的故乡，阿公的故乡啦伊安怎甲我问呢？伊无对这个风景无趣味，伊甲因老爸问阮囝仔伫身躯边，讲我爸爸你怎么做基督徒的？伊知影阿公是牧师嘛我就插嘴讲因为阿公带你爸爸去教会，所以爸爸信耶稣爸爸带你去教会，所以你信耶稣
伊安怎演来啊？7岁囡仔哦，迄阵7岁哦。说阿公，但是每个礼拜我都去教会，好快乐，唱歌快乐，老师传去头，这样嘛快乐啊。但是我没有感受到主耶稣呢。那囡仔有跳无？我讲只要你相信主耶稣的爱永远不会离开你。你要记住这句话就好。像你爸爸现在对你很好，你觉得爸爸爱你吗？你不会很有感觉啊。但是有一天你知道爸爸爱你的时候，你会非常孝顺，对不对？阿免嘛，含咱共款嘛。咱囡仔时代培育，然后咧，渐渐大汉个，哇，咱父母真辛苦，到尾咱个心改变，咱就安怎？咱就变友好嘛，对不对？无迄阵少年时父母讲话对毋对？对我罔听，毋对就甲引导伊啊。人是毋是安尼？上帝嘛是对咱来宽恕的，真理是足简单的，拢伫咱的生活中。咱有培育的时阵，上帝先听人，然后咱咧，有一日领受着上帝迄个下罪的听，咱就安怎？心改变啊！你着做一个好基督徒啊！你着我知影爱基督爱听上帝，我着爱好服侍上帝，阿免嘛？你也有领受着的时阵，那是讲你也领受着父母的听的时阵，你会当友好的袂？会在意的袂？一个好真正听上帝的基督徒，伊会真在意事工，会真在意上帝的教会，会真在意什么人欠啥货，我需要帮忙。那是你也会回头友好父母的时阵你着安怎？天也咧改变，你着讲天冷啊，妈妈拍电话转去，老母啊，妈妈你有安怎无？是毋是安尼？道理我共款。所以直接鼓励着兄弟，共款爱在意上帝的家，好服侍，好听上帝，好祈祷，知影上帝完全掌权，拄着什么拢有上帝好意，阿免嘛？阿免好，恁真用心听我看也无人读句啦好，下一啊，讲笑话互恁听啦较袂遐严肃即个同学掠着检头，即个同学因为我迄班拢罗马啦，你一般班伊袂当去报啊，啥物学国画、学啥拢袂当去报啊，主角袂当去报，今日也倒小台主角因咧倒切倒拢连起来呢，真是嘛连起来，即手咧拿，真是就连伫遐，我也咧小拍，所以拢来我一班 ，OK。即个同学伊手摇头破8洞，我第一道见面的时阵因为伊写一路批恐吓啦，恐吓教会啊，恐吓曙光教会，迄张牧师遐讲要去太阳帮会要去烧教会，真歹，伊足巧安怎巧法呢？伊要互关要甲老母去拜托牧师，牧师当然有听心嘛，我要互关我的老母80几岁甲我照顾一下，牧师讲安怎？讲毋好我当然讲好啊，对毋对？所以逐礼拜迄载来教会，到尾牧师也无甲回讲，恁妈妈有好好来照顾，毋但伊关系大啊，即3个月无人插伊，无收到批伊就写批恐吓啦，讲要处理要安怎，牧师无去报警察啦，去报警察我加关2档恐吓罪，就牧师批地有啊，都伫我班上呢，我来讲伊甲我讲安怎？这个手摇头无罪，我看世间也迄个道理，手啥物人嘛有罪啦，手摇头无罪。伊讲牧师你捌读过册无？我当然加减有读册读无真悬啦。伊讲咧周处除三害，你捌听过无？我知，我为社会除害啊，安尼有合情无？合情啊，合情啊我安尼个有理咧为社会除害嘛，摇头真歹啊，就害死足一人食毒啊，所以我嘛是受害者，所以我甲除掉，甲抢来伊讲讲我过去买药啊拢3、5千1万咧买啊，我即摆安怎做好甲退转来，安尼个无合理。讲你寄银行寄来是毋是零存整付啊？我讲较有理咧你看伊做罗马头壳偌好，再来咧合情合理我合法无？伊讲有讲我咧抢的时阵伊迄袋歹的袋内底拢药毒品啊。我稍做抢动，迄我利息，合情合理合法，所以我手摇头无罪，无笑无。我讲我听我袂赢伊，头壳足好，讲袂赢到尾免我免安尼啊？罗马对罗马，我毋是罗马，我毋捌食药，毋捌管过拢罗马。我甲顿倒我真正替他顿倒边伊批。收到第2日，我就甲叫出来啊！边仔毋是因迄工，我讲你几岁？伊讲40。我讲你真巧
也讲这手摇头无做，我讲你40岁以前做过有超过5项代志对的吼。边仔即个英会讲吼，我互你喊5支镜头，我剩安尼哦，互你喊无爱，无客气啦，哪甲呛一声。你加个即个同学哦，伊伤去巧伊，所以吼，你会发现讲吼，有他讲话甲你约，吼，伊讲你也毋捌食过毒，你要叫我解毒，会甲你问咧，哦，对咱也无食过毒，要咱教伊解毒，我咱甲伊点知影？讲敢着爱调感情，较咱医你的感情，有理无？哦，有理嘛吼，吓啊，佫有甲我讲安怎？讲是安怎？规笼头仔100-200来咧上课吼。徛起来咧，恁有通会听啊拄久伊吼，讲伤久就拄久，因为全拢详细甲你听，看你讲话有毋对无？吼，就是讲吼，我一个讲，一个讲吼，见着爱解毒安怎靠福音解毒啊。伊讲吼，无师我咧食毒的时阵吼，徛起来哦，足高囡仔伫足远个遐。我无师我咧食毒的时阵吼，足快乐个呢。你叫我解毒，对毋对啊？嘛对咧吼。我讲你食毒的时阵足快乐，恁爸母有快乐无？恁某仔囝有快乐无？有快乐，你做咧甲写无要紧。我真系白花款我要走啊。OK， 哎呀，伊怎点伊啊？当然因爸母烦恼啊。哎呀，然后我搁也加长伊哦。我边仔同学也看，伊有穿裙啊穿裤，哦，穿裙就查某个。我讲大家拢穿裤，我讲安尼你查甫囝吼，毋通想过自私，毋通想自私吼。伊知影伊得罪我，我伫遐10多年哈，即对吼，迄阵要我爸节啊，去日吼，我写卡片吼。签伊的名，佮签伊的号码，我一直传过来，要甲我回是个意思啦吼，要祝我爸节快乐。因外巧的呢，一路传过来，接着手的人拢签名，佮写号码。我到我的手，写个密密白白，我你是对一个，歹势，我毋捌你。所以看因外搞怪就好。你会通伫遐看到一群吼大人，但是是幼稚园班的，拢足巧，但是拢行为拢不成熟。拢毋担责任，毋担责任，到尾就是不成熟嘛吼，毋知影人生的意义嘛。所以讲，伊这个同学吼，我讲你5项代志，有超过5项对吼，我互你喊无爱，哦，我你讲啊，我甲呛大声，你阿姨啊，摆你也管伊袂啊，你讲，你头壳，我画一个大声，头壳拢裂落。到尾讲吼，我真友好老母，我甲转倒咧，我你抢这个。抢偌济钱，你要听，恁老母要爱你的转钱啊！恁老母着感情，较好甲你顾咧，你互你友好啊？我讲好啊，好啦，讲好啊。人上帝创造人吼，大家都有好心的一面，都有公义的一面。人是德性的化物，是德性化性的化物，但是因为受罪影响了，咱拢行偏去。所以咱需要上帝。你家己看，在你安怎修，无法度啦。就是爱靠上帝心，他讲心嘛改变，我行为就改变，我就变好呀。无人咧讲关偌久，像头仔迄个阿昌啊，迄关一世人关到50几岁啊，关6遍啊，迄判迄个7年、11年，迄是咱人生有几个10年啊？安尼关的时候，伊就敢变好，无呢？心改变了，伊人就改变啦。人改变，道德就好去啊。所以咱基督教，咱真正这是遐尼啊大的救恩啊！哦，上帝改变你的心，体会着上帝迄个下罪的疼，你心就改变了，心就改变，你就再要意上帝的家，再上帝要希望你做什么代志，阿免嘛？上帝爱安怎啦？毋通犯罪，爱好啊祈祷，爱要意咱迄个上帝的家，爱好啊服侍。你莫我做祈祷祷就好，我讲毋免啥，爱服侍的时阵，你是服侍上帝啊，毋是服侍牧师啊，毋是服侍啥物人啊？是毋是安尼吼？感谢主吼！我今仔日。当然，到尾即个悔改啦吼，但是即摆即个搁是加到内底啦，因为伊嘛是三证法案的 ，OK， 搁伫遐咧看。好，感谢主吼，咱看下字啊。对，歹势吼，牧师说的哈，大家说的哈，因为恁真认真听，所以我加讲几句啊吼，下面牧师的教话吼。好，即我的团队啦吼，因伫教内底拢有拄着耶稣。哦，因为吼，因86个内底有10几个人吼，14个快去读新学院啊。你就知影即个服侍吼，咱一看到耶稣吼，迄个讲吼，伊伫家里，恁来看我吼。好，个下一请恁为即个经行事工祈祷。阮咧上课，无论是洗礼、上课、洗骹礼、恳亲会，拢是伫佛堂。哦，咱是遮即个堂足水，后壁是物件，阮后壁是3尊佛啊。
10几年来拢安尼。哦，咱证明讲吼，咱伫心中的上帝比世界任何物拢较大。哦，拄摆吼，迄昆庆会一个啦，乌某送哦，一个小太太吼，妇人人，伊吼，伊咧，阮咧唱诗歌了，伊就起动啊。哦，伊咧办迄个先天，当然起动，伊是有迄个当机的体质嘛，阮就赶鬼嘛，恳请会变做赶鬼会，所以吼入去教教，最后几句话吼，入去教教吼，毋是去改变一个人，是去抢灵魂。哦，抢灵魂，妇人认捌上帝听了，伊就改变。所以吼，这个事工，伊若改变，伊就像咱安尼真有福气，会当领受遐尼大的恩典，会当安怎，大拢成做基督徒。所以请你为这个事工来祈祷，来支持。哦我真无礼貌讲哦，因为9年无来啊吼，有个黄烧奉献地吼，请恁支持啦吼。因为特别往伫写母耳记上讲安怎，讲伫头前咧征战的，伫后壁咧避办的，拢共款得着功劳。上帝命定我去头前征战，阮伫后壁固守、带祷、祈祷、支持，拢共款将来去见上帝的时阵，功劳拢共一样。阿免嘛？好，咱来祈祷吼。天父，阮来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下罪疼，为阮的罪定十字架，阮今仔靠遐尼大的救恩，主你圣神若感动一个人，一个主内兄弟，会当把这个福音搁继续播扬出来，有一个人会当这份福气。主愿感谢你，安尼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免。这是要来吟回应诗。老师是咧咱迄个时间吼，所以咱就来奉献嘛吼，来奉献。这是要来奉献，请接书收奉献。感谢主吼，咱迄个吴牧师吼，伊是读土木工程，做过建筑。做建筑可能毋捌得了偌济奖毋过伊即马吼做即个人生命的建筑师吼，伫嘉义做咱会当是解奖的，做嘉义即款的福音的事工吼，真正救真侪人，帮真侪人，佮会当得到无论咱内政部啦、行政院啦，真总统我毋知真侪得真侪奖吼，就是。表示伊对这个家家的事工有真大的贡献，感谢上帝。咱教会过去也真侪人拢有参与伫这个关心，望咱透过咱的奉献、咱的代祷，会当这个精神，这个伫家家的人吼，会当听到福音。好，咱起立来吟奉献诗。全能的爸上帝，我满心感谢你赐福每一位敬畏你的人，帮助因的欠缺，佮互因拢够业，也感谢主你，佮将万事的平安佮丰富的喜乐赏赐互阮，互阮会当帮助人，也会当荣光你。今仔日阮同心自责，虔诚敬拜主上帝，欢喜领受主真理的教示。阮有主通倚靠，心头定，艰难困苦也拢无惊。为着经省团契的经费，求主你亲自来扶庇，补助因所需要的，互因一切需要拢充足。现在阮甘心乐意奉献阮的金钱，伫你面前来回应今日阮所领受的道理。愿主悦纳阮的奉献，也求你祝福这奉献，会当帮助到搁较侪人。阮将感恩的心归予你，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祝福齐恳。
请陈牧师。恁通平安去，愿上帝伊的恩典祝福充满伫恁，互恁诚做真实属上帝的人，会当离开歹代，日日倚靠主，阁会当行主所欢喜的旨意，会当将主的福音传到逐所在，特别伫假年的也会当听到福音。互因也会当悔改来归向你，主啊，愿你赐福阮，互阮会当伫你的恩典疼人内面，会当诚做光灯，诚做助你听的管道，到伫所有遐个需要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众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请坐，陈教。